中国中央电视台6月17日报道，所谓维吾尔自治区委主席雪克莱蒂扎克尔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访的波黑和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随着中国对东突厥散的镇压、种族灭绝、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企图，以及将数百万人关押在集中营中等继续被揭露，面临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和压力的中国，正在试图欺骗国际社会。当雪克莱蒂扎克尔向大使们介绍东突厥散局势时说，新疆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在内的总体形势是好的，新疆促进和保护人权，各族人民权益得到保障，民生改善，新疆和平和谐局面难以实现。自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份将中国当局对包括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在内的人民的镇压政策描述为种族灭绝后，加拿大、荷兰、英国、立陶宛和捷克共和国的议会也通过了法案，将中国的行为归类为种族灭绝。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努尔图克尔被授予圣母大学法学院宗教自由奖。圣母大学在其官网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介绍了他的简短传记以及他的国内经历和国际活动。声明称，努尔图克尔是一名受过美国教育的律师和领先的人权倡导者。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任命他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努尔图克尔鼓舞人心的个人故事和娴熟的宣传，使全世界关注中国政府持续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他一直为遭受中国共产党残酷压迫、监禁和谋杀的维吾尔人不懈努力。他一直为受害者代言。在圣母大学法学院，我们很自豪能够授予图克尔专员支持宗教自由的最高荣誉。颁奖仪式将于6月28日至29日在圣母大学举行。中国政府炮火全开，严厉抨击比利时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一项警告东突厥散存在种族灭绝严重风险的议案，并扬言对议案的发起人塞缪尔·克格拉蒂议员实施制裁。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指责克格拉蒂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因此决定对其实施制裁。比利时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议案，除了对东突厥散存在种族灭绝的严重风险提出警告外，还指控中国当局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问题。比利时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这一项涉疆议案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发言人立即出面谴责比利时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行动，声称此举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澳大利亚政府周六表示，已经决定将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的做法告到世界贸易组织。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中欧关系面临进一步恶化。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府的做法严重伤害了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机制，努力和中国政府解决这贸易争端以及其他的分歧。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中欧自贸协定以来，两国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澳大利亚的乳制品、牛肉、海鲜、酒水等产品以及煤铜等矿产资源可以部分零关税的低价销售到中国。在新冠疫情方面的争议，加上欧政界和智库机构对在教营情况的调查披露，都使得堪培拉在北京眼中成为了反华急先锋。中国商务部刚刚宣布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开征反倾销税，税率最高达212%。中国上海复旦大学规划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设立海外分校，近期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但匈牙利议会15日仍旧批准了这一项政府提案。
同意将土地捐赠给计划在布达佩斯设立校区的上海复旦大学，无视于反对党以及大批上街抗议民众指责政府向北京献媚的批评。支持这项计划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所属公民联盟的立法议员以压倒性的票数将多瑙河畔的4块地捐赠给负责上海复旦大学布达佩斯校园的基金会，让该校区取代原本计划该在该地区新建的学生宿舍区。为抗议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海外分校的设立，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长卡拉松尼日前宣布，为抗议北京当局侵犯人权，当地决定将上海复旦大学预定地周边多条街道分别改名为达赖喇嘛、维吾尔烈士和自由香港等命名，等于将校区重重包围在中国极为敏感的名词命名的道路中央。